二分母份數比較大小，有時好難一眼望得出邊個大啲，邊個細啲嘅。好似呢度咁，9分之7同5分之4，究竟邊個大啲呢？咁我哋可以用一個方法，10秒鐘內就可以揾到答案嘅。首先，我哋將4乘以9，即係將自己嘅分子同人哋嘅分母呢乘埋一齊。4×9=36，咁我哋就寫36喺旁邊先，然後再將7同埋5，又係啦，自己嘅分子乘以人哋嘅分母乘埋佢，7×5=35，然後我哋比較下邊一個數字大啲，咁36係大啲嘅，咁所以5分之4係比較大，而9分之7就係比較少啦。咁我哋可以用返大於小於符號，咁呢一題呢係用小於嘅，9分之7少於5分之4，咁樣做就可以10秒內成功比較到邊一個份數大啲，邊個份數細啲啦。